我實現100日挑戰第5日。我實現我有同你媽咪打，要唔要打？好似我實現我有去旅遊，仲有同媽咪玩，仲有贏好多次，仲有輸好次，仲有同媽咪玩咗好耐，同埋仲有食好多嘢。今日有去曹公潭度假村玩，有同婆婆啦、爸 B 啦、老公啊、婆婆啦、老公啦、仔啦，同我啦一齊去玩，仲有好多小朋友同好多爸爸媽媽。然後今日有去咗玩氣剪球啦，去咗睇射箭啦，去咗城網鎮啦，去咗卡拉 OK。今日覺得好充實，仲商量咗嚟緊講座，我去負責講其中一部分，幫馬會自我實現，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好玩，越嚟越幸福。如果中意就 like 訂閱同留言啦，拜拜。